當你以為太空科技淨係幫人類探索宇宙，點知原來有人諗住將個太陽當成巨型射燈，照落地球嘅夜晚。美國嘅 FCC 啱啱批准咗全球第一粒反光衛星，話要測試將陽光反射去夜晚嘅地區。呢個聽落好似好科幻嘅計劃，即刻俾天文學家同環保團體鬧到飛起，話佢係光污染嘅核彈級災難。官方就梗係話為咗節能同提供照明啦，講呢啲根本係將成個地球嘅夜空當成自己屋企個客廳，想幾時開燈就幾時開。佢哋個技術邏輯就好似你喺一個漆黑嘅戲院睇緊戲，隔籬條友突然拎住支大光燈照住你個頭，仲話係幫你睇清楚個銀幕一樣咁荒謬同自私。佢哋完全冇諗過全球生態系統同天文觀測嘅節奏會因為呢幾粒太空鏡而徹底打亂。去到呢度，等我做個總結。講真，連最基本嘅環境影響評估都冇做足，就急急腳批出許可，呢啲唔係創新，係純粹嘅傲慢同無知。將全人類共享嘅夜空私有化，仲要扮到係為你好，呢啲官商勾結嘅進步，根本係當全世界嘅科學家同市民係水魚，抵死。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訂閱與否隨你，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下集見。